澳門屋企洗手間大多細小，浴屏選得好，乾濕分離得宜，空間感即刻升級。天利浴屏今日同大家拆解4大核心配件：擋水條、滑輪、拉手、絲印圖案，揀啱配件先至耐用又好睇。首先講擋水條，呢個係防水第一道關，千祈唔好揀塑料擋水條，澳門潮濕天氣用幾個月就會變形漏水。天利只用人造石擋水條，密度高，防水性強，就算長期浸水都唔會發毛。顏色有米白、淺灰、深棕，可以襯翻你屋企嘅地磚顏色，鋪好後同地面幾乎齊平，唔會絆腳，老人家小朋友都安全。安裝時仲會做雙層防水膠，確保一滴水都唔會滲出。然後係滑輪，推拉門浴屏全靠佢。千祈唔好貪平揀單輪，雙輪設計承重更強，受力均勻，唔易卡滯。天利滑輪內置高質尼龍續成，推拉順暢又靜音，經過萬次測試都唔甩軌，重型玻璃都頂得住，長期用都唔會出問題。拉手雖然細，但係影響手感同美觀。現代風可以揀長條形黑色磨砂拉手，握感夠實；溫馨風襯圓形白色拉手，柔和又安全。想高級啲，古銅色彎曲拉手同復古框架好襯。天利拉手做埋人體工學設計，握感舒適，唔使用力就可以開門，邊位打磨光滑，唔驚整傷手。最後講絲印圖案，呢個係提升浴室格調嘅秘密武器，幾何格簡約線條，輕車花紋都好流行，唔單止靚，仲可以擋住水漬，清潔更輕鬆。天利採用高溫陶瓷油墨絲印，顏色鮮豔唔易褪色，仲可以自訂圖案，配合你屋企嘅裝修風格，打造獨一無二嘅洗手間。澳門天氣特殊，配件一定要夠堅韌。天利所有配件都經過嚴霧測試，頂得住潮濕同海風。想浴屏用得舒服又靚仔，歡迎嚟天利揀款，連配件都幫你搭配得妥妥當當。